再来看桃园新北市各界龟山万寿路一段69巷的巷仔口哦，昨一台奥多摆在单车红顶，煞互一台轿车弄到。当地民众是表示讲，这路段哦，头前后壁的路口车红顶无共步，所以常常发生意外。桃园市交通局是坐去了解嘛，发现讲，这两个路口的车红顶，一个是桃园市管的，一个是新北市管的，也毋过哦，因已经甲车红顶调好共款咯。灯号变黄灯，骑大台重型机车58岁姓蔡的女子停来等红灯，因过疏忽后壁姓张的女子驶的轿车撞到，扫边检查，虽然骹手甲头有受伤，因过好佳在抑阁知影人。当地民众讲，这常常发生对撞的车祸。当时情况就听到嘣一声很大声，然后那个车子的那个小姐就好紧张。这个红绿灯那边刚好转弯。当看到的时候，已经就是很短了，所以大家都会踩急刹，后面就撞上去了。这经常发生这种状况啊。这个红绿灯塞很危险，大部分这边是人家压人家压，前面看不到。车祸发生的所在，伫咧桃园龟山万寿路一段69巷的巷仔口，拄好是桃园甲新北市交界所在。当地民众讲，这支车红灯普通时是闪光灯号，若人要过车路，试一个开关了就会变做3色的灯号。因过甲头前一个车红灯离正晚，阁无共步，真侪车拢会挡袂住。考量前后路口中间为弯道处，经评估，本局已经于113年1月31日将前后路口调整为一致。对民众反映讲，前后路口车红灯无共步。桃园交通局伫现场会勘了，发现桃园所管的行路人速度号志启动周期是75到90秒。因若离150公尺远顶一个路口是新北市伫咧管的，是用都市上号志时势设计，周期是150秒到180秒。经过评估，已经甲新北市到桃园方向前后路口的车红灯周期拢调做共款，互过路的人车拢会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